咁有水泵都要有電先至可以喐㗎。嗱，咁水泵嘅電力供應咧，就一定要同水泵嘅用電量互相配合，而且控制箱嘅位置都仲要近門口至好，咁樣操作先至方便噶嘛。另外，所有水喉同埋去水渠都一定唔可以接近或者行喺電箱上面，唔係萬一漏水嘅話，就會損壞電箱噶啦。最後咯，就應該要預早同電器判頭配合，等喺試泵之前能夠有足夠嘅電力提供，就等於你去買嘢都要夠錢俾咁啫嘛。咁水泵、壓力鼓同電都搞掂晒啦，即係可以做水泵測試噶啦。係啊，不過喺水泵測試之前，所有有關嘅喉管都要先通過水壓測試至得嘅，而且開泵之前仲有好多地方要重新再 check 多次嘅。國強，講嚟聽下咧。冇問題，就講水泵同埋摩打嘅機軸先啦。佢哋咧就一定要成一軸線，咁樣機軸啊先至唔會受損噶。而水泵同埋水泵控制箱等都一定要係根據批准咗嘅圖則去安裝嘅。所有電線接駁嘅安裝，包括保險絲嘅等級啦、超載度數等等，都要啱規格嘅。另外摩打同埋電線呢，就要係通過咗絕緣測試至得嘅，仲要確保防水除氣已經安裝好，同埋避震彈弓一定唔可以俾雜物攝住噶。至於泵房裏邊嘅地台去水就要夠暢通啦。係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去廁所咁，都要暢通至得噶嘛。真係核鬼突嘅啫。另外門口嘅石屎機仔就要做好，而出缸嘅格沙就要清洗乾淨。仲有所有嘅閘掣都要係全開嘅狀態，水泵泵軸嘅轉動情況同埋壓力鼓嘅預加壓力都一定要正常噶。最後咧就係所有水缸嘅豬膽都要已經正確咁安裝好至得嘅。咁全部檢查過冇問題啦，就可以開泵試水啦。咁如果水泵嘅功能表現唔符合生產商提供嘅水泵測試記錄，咁承建商就要求泵行調校到合乎規格為止先得嘅。咁唔使問啊，喺開泵之後都有好多嘢要測試同檢查啦。突然間醒咗好多啊！係啊，嗱，好似要測試手動同埋自動開關水泵係咪正常啦，又要 check 下摩打起動嘅時候升角轉動嘅時間，咁仲要檢查水泵摩打嘅轉動方向。如果電力上位接駁錯咗，水泵就會反方向轉動，咁就泵唔到水噶啦。另外又要測試放氣掣，確保水喉系統裏面唔會谷氣噶，即係好似人咁都要曉放屁，先至唔會谷住道氣噶嘛。你冇第二樣嘢講噶咯。咁跟住咧，仲要量度水泵摩打嘅轉動速度、聲浪分貝同埋設計有冇出入。如果有問題嘅話，咁就要同供應商諗辦法解決啦。最後就要量度水泵起動同埋穩定狀態時候嘅電流量，兼且伸縮器嘅拉桿長度仲一定要配合伸縮波幅至好啊。點止啊，仲要小心 check 下各種水壓同埋操作系統噶，好似水泵交替轉換嘅操作啦，負載保護操作咁，而且又要量度水壓，仲有水位豬膽嘅操作，同埋水泵水壓控制系統都冇問題先至 OK 嘅。另外仲要檢查積泵、防水除氣同埋緊急停泵掣嘅操作係咪運作正常。如果所有測試都合格嘅話，咁水泵系統就可以隨時運作噶啦。講得啱啦。